台语真连长，愈讲愈连长。大家好，贵宾。大家好，我是温酸。咱台湾政府慢慢开始把咱的防疫政策慢慢放较松一点啊。对，开始愈来愈灵。像咱12月1号的时阵已经开始开放伫外口，你唔免挂嘴烟。我想先问你一下你也伫外口，你即摆敢会挂嘴烟？我即马拢会挂，因为我真遵守法规。为虾米？我开放了呢？开放哦，开放了，我是会看人多还是人少。因为我感觉即摆已经惯势讲伫人多所在，就是会甲嘴烟挂起来。是，我嘛是像你共款啊，当做是我伫外口咧散步，我会当卖挂，安尼较爽快一点嘛。对啊，无你会无法度喘气呢。无遐严重啊，要毋讲我就是讲你会感觉较舒适，较袂讲有啥物物件拔掉的。全世界的国家拢慢慢开始要倒去疫情进前的生活。对，像我最近咧看世界杯的时阵，其实遐个观众朋友拢无看到有人挂嘴烟呢。是，大家都伫遐欢喜咧。家己嘅介意的球队，甲球踢入去了，因就足欢喜伫遐欢呼耶！就是疫情进前就是迄种感觉。要毋讲其实中国伊嘛是搁坚持讲要清零即个政策。无毋对。即个政策一直以来因为拢是规个庄啊，规个城市来甲封起来，无是一栋大楼封起来。因咧封控的方式造成足侪，因为有的人可能身躯有病痛，无法度出去互医生看，所以连到害死人命。对，像前一阵啊，伫甘肃省的兰州市啊，就是有一位3岁查甫囡仔，伊就是伫厝内洗身躯的时阵，一氧化碳中毒。迄当时伊的老爸就照想要甲送去病院，毋过就是因为即个封控的政策，造成讲救护车伊嘛上冻掉咧，无法度来救即个查甫囡仔。上尾啊，伊就怎安尼过身。所以当时啊，网络顶都真侪人咧流传一句话，就是3年的疫情就是伊的一生。真的呢。对。因为洗出来到即马拢是咧封控，所以像安尼为着要阻挡疫情颠倒去害着人命，即款代志，就失去防疫政策的好处意义。是啊。因为即件代志，中国即马各地开始慢慢出现一寡抗疫的活动，这就是爱为俄罗目节11月20迄天开始，因为迄天因为一个社区有一个大的火灾，即个大的火灾因为迄个阵因为咧封控嘛，用冻掉的嘛，有足侪人就因为无法度走离开，互烧死。迄个官方的资料是讲这个火灾造成14高伤。毋过其实啊，根据当时值班的医生啊，伫病院值班的医生伊所讲的，伊讲其实根据伊的统计，至少有44个人死亡。因为迄当时迄个火灾就是对一栋大楼开始弹嘛，其中的敢若是14楼到16楼这个所在，伊的烟拢已经窜到20外楼啊。就迄当时因为封控的政策，造成讲有的人伊已经冲来到下骹。结果，因为这个政策，伊门封锁掉了，伊无法度出去。所以这个防疫政策颠倒害死遮侪人。俄罗目节遐人就开始抗议。搁来伫11月26的时阵，同款伫即天，中国足侪所在拢开始有人来示威，像兰州啦、广州啦、武汉啦、上海遮个所在，拢开始哀悼遮个死者，搁有开始争取因要自由，因无爱搁封控，伊无爱搁清零的政策。除了你头我讲的城市啊，还有包括讲北京嘛是。其实北京的清华大学啊，因的学生就是开始用这个白纸，因就伫白纸顶悬写 Freeman 的方程式。Freeman 自由的人，就是代表讲因想要追求自由的这个意识，而且因阁有口号，包括讲因有写讲民主法治、表达自由这个口号。所以讲这个革命啊，都互大家号做是白纸革命。11月26迄天暗时，伫个亮马河的爆花遐一定有几啊千的民众，伊就手摕白纸，话讲无爱独裁，到站落台。意思是讲因希望迄个习近平伊的任期一定够啊。一定做当啊，你就好好下台，互其他人来做。所以这有的外国媒体就讲这就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到即马来看，上大一个抗议。而且虽然讲北京即摆的即个行动啊，已经有真侪人来参加，不过嘛是因为警方出面来甲遮个人阻挡，所以造成讲人潮嘛是开始四散，开始人愈来愈少。不过其实啊，透过即个代志，嘛会当互人想要知影讲，敢会有一天遮个人因的力量会当全部团结做伙来反抗中国的政府。我是感觉全部甲用做伙。
时阵，伊的力量较大。因为就算讲你迄时阵警察搁较哪济，人民嘛是搁较济，你人也比警方较济，警方可能就对你无啥物效。对啊。怎么你人少的时阵吼，警方一个一个甲你分散，迄力量就变无去啊。所以吼，即摆吼，虽然看起来当俄罗斯这个民众抗议较大，主要是因为吼，因冲入去地方政府内底办公大楼内底。虽然讲看到真侪县市拢有民众反抗的声音，毋过出来出声的人实在是伤少啊。其实咱毋知影讲中国的人民到底有一天敢有可能有机会当来推翻中国的政权。毋过其实即摆啊，对遮的代志，咱都会当看出中国一开始的清零政策，其实因为毕竟讲疫情这件代志，就是有可能会造成有人命牺牲。毋过伊即马为着即个清零政策，颠倒造成讲伫火灾，或者是讲有一寡囡仔，或者是有一寡家庭，因拄着一氧化碳中毒遮个代志，因煞无法度逃生，造成伊安尼真冤枉到安尼死亡，或者是受伤。我感觉这颠倒是失去你当初你即个清零政策的即个意义。这就变成讲吼，你防控一定无自由啊，是，而且佫有人因为防控这件代志失去人命，这对中国人民来讲吼，绝对是雪上加霜。拄着迄款代志，你无抗议哪会使？也是台湾吼，即马这政府绝对互弄甲变起来啊！虽然讲即马抗议哪一点点啊，咱嘛是该观察几档啊，看这个抗议吼，敢会当慢慢啊变成一个足大的一个示威，看会当威胁到习近平伊即个政府呗。因为吼，即个政府真正是足傲慢的，毋是讲你安尼斯斯文文摕一个白纸伫遐，安尼伊就会听你的。中国人民也想要过较好的生活，你爱甲你的心声反映互恁的政府知影。我感觉即摆吼，国际拢开始报这件代志吼，对中国就是一个压力伫的。所以吼，以后的发展吼，搁做歹讲，有可能即个抗争会愈来愈大，啊，互迄种中国的政府安尼变成民主政府，嘛无一定。有可能吼嘛无效，也毋过吼，即摆看起来是安尼算算的，敢若无啥可能会成功。大家也是会当继续关心遮个新闻啦。是，安尼后日即时间继续收看第一集连登，拜拜。